返嚟最前線，取得旺角區臨時禁制令嘅小巴商派代表到亞皆老街張貼禁制令。據了解，執達主任要再同警方開會，最快下個星期2執行禁制令。許明俊報導。潮聯小巴嘅律師代表下晝去到亞皆老街，喺佔領人士架設嘅路障上面張貼法庭簽發嘅禁制令。佢哋冇透露幾時會執行禁制令，但係留守亞皆老街嘅佔領人士就已經執定嘢，並且將部分帳篷同埋物資收起。我哋預先就執定咗啲嘢過去其他物資站先。執達吏嚟嗰時，我哋會配合翻執達吏。當佢真係要清場嗰時，我哋會作出相應嘅配合而搬走其他嘢。根據潮聯小巴攞到嘅禁制令，執達主任可以採取行動，將介乎通菜街至到砵蘭街一段亞皆老街嘅障礙物移除。警方亦都獲授權拘捕阻礙執行禁制令嘅人士。介乎亞皆老街至到登打士街之間嘅一段彌敦道，依然有好多呢啲路障同埋帳篷。兩個的士團體原本已經申請到新嘅禁制令，但由於字眼上要有修訂，高等法院星期5會再開庭處理。有線電視記者許明俊報導。港鐵西港